鋼子絹地長袖繡絲棉袍，朱紅色菱紋羅手套，夾襪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係中國嘅重大考古發現，當中出土嘅大量織品，既凸顯咗漢代絲織品多樣嘅用料同別致嘅式樣，亦再現咗當時嘅服飾特點同時尚潮流。以下介紹嘅三組衣物設計各有巧妙，呈現咗西漢時期非常成熟嘅紡織造衣工藝。第一，鋼子絹地長袖繡絲棉袍係西漢貴族婦女嘅服裝，色彩絢麗嘅衣料曾經過印染技術處理，其中嘅絨圈棉為首次發現嘅特殊起絨織物，可證西漢對棉袍服飾嘅創新及審美追求。第二，朱紅色菱紋羅手套為直筒露紫色，特別之處在於掌部上下兩側各飾千金絛絲帶一周，絲帶用兩股絲線相互編織而成各種圖案、文字同花紋，技巧精湛。千金絛中間為篆書白文千金字樣及明暗波折紋，千金指其直底千金，十分昂貴。第三，平口夾襪以鋼子絹布縫製而成，襪筒後方開口處附有緊固襪口嘅襪帶，便於穿脫。縫線喺足面同後踭處，襪底無縫，穿着舒適。